当初这边以后那个讲，是嘛，炸那个气球，对不哈？是吧？炸气球去。寿星的哥哥上来。蛋糕不要点哦，蛋糕不要点，等一下到台上再点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哟。等一下啊！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以及咱们在线上的所有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我们欢聚一堂，共同庆祝罗日筹码的生日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一起为寿星送上最美好的祝福。那生日的是第一个那个感受节，在那感受的是第一个合唱节了。给到眼睛就是大家扎起，把这个用不起了，给到月色就拿出来，给到男子的用不了。天生这个登上赛里头就是个现在是个彼此受用啦，男士之一有不一样这种。生日是生命的刻度，是每一次生日都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进步。今天我们共同分享这份喜悦。生日是生命的新起点，也是成长的里程碑。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为寿星送上生日祝福。愿寿星在新的一岁里，生活充满阳光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为寿星新的一岁开启新的篇章。这个挺好的，昨天跟这个还有昨天的同学们啊，我们开始就比较是哪个，能是有的是比有是哪个，其实呢，现在他们已经是其实你某种嘛的就也是这个对吧？那个把你完成起来自己去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今晚的寿星闪亮登场。好，生日蛋糕已就位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寿星请点亮不是弄自己的蜡烛吧。
不要瞅我，离我远一点，四郎离我远一点，四郎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冲到我。我觉得应该是我这边。人家不要。可以。等一下，波波，好，可以放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为寿星重唱生日歌。1分钟的时间，让他许下今年最美好的愿望。生日快乐！人干嘛呀？三老先生。那总得扎西点点说呀。人干嘛呀？三老的节奏。扎西比你么了？哎。Raka Bocilado来，那个
寿星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先上来吧。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来。这是个年末了，你都没给我了。呀，没有。接下来让寿星切蛋糕，分享美味。分享美味的同时，咱们要哦对，来吧，现在有请寿星讲两句吧。喂。关正切那个，我离就是个那样就从嘛的，然后等个你关正切，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的生日会，非常感谢，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能够吃好、喝好、玩好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
家，希望大家玩开心，尽情的跳舞吧，谢谢大家。大理松地引来了我们雨，色阳们只从在那头眼里，绿了穷了西北七三东热，雨呀雨呀雨。欢乐的同时，咱们需要表演节目的，把所有的歌曲、所有的舞曲都发到小罗的微信上。有马上。喂。喂，八爷做好准备，第一个节目八爷上。来吧，有请八爷。新时代牧人。那个什么感？哎呦！来，掌声有请八爷。
掌声有请八爷给大家带来一段欢聚一堂，掌声有请。走
所以要唱歌跳舞的都发到那个小罗的微信上啊，发到小罗微信上。谁呀？谁的？这个吗？六哥是叫我的印象。哎，有请王哥。哦，小胖。谢谢。来吧，有请我们的张春同学，有请啊！单结婚配女婿了，快来吧！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，来，可以，可以。掌声不够热烈，张春不上台。哎呦！谁唱的？赔钱啊，赔钱！来，我们的天籁之音需要那个准备一下，接下来时间呢，有请咱们的礼堂卓玛给大家带来一段天空之旅，掌声有请。有请我们礼堂县最大的网红礼堂卓玛闪亮登场。
好，咱们期待一下雪域百灵歌王降村同学马上要上台了。必须轻唱，轻唱来吧！来，轻唱啊，轻唱，轻唱。再看出去了，唱3个，唱3个，不唱这个不算哦。3个王子不算。3个必须唱出来啊！谢谢龙哥。冲来。等待的时间越长，咱们的节目就越精彩。来，有请。左马出，做好准备。来吧，再次把掌声送给江村同学。来，呐喊声有多大，他的歌声就有多响亮。有请。
感谢您的天籁之音，谢谢。来，有请咱们的卓玛初，一首阿珂香吧送给大家。喂喂。有请。
十组。漂亮 ，nice。那有请我们的雍真，给大家带来一首《夕阳下的思念》，掌声有请。有请。
来，接下来有请咱们的阿布。有请。朵儿姐姐做好准备。哇，好高啊，好帅啊，好高人哟！来吧，有请朵儿姐姐，金牌主持人。你念的吗？你？一首《梅朵》送给大家，情歌《梅朵》。接下来把一首情歌带给全场的好朋友。远
寿星呢？来，有请寿星四方大师送给大家。高雅的叫我。也了解我，所藏的我个路。好，接下来有请咱们的卓玛朱和戴宗姐姐。来，有请。来吧！
栏目儿很高呀！哦，阿娃别上门跳。大家掌声有请栏目王三娘登场。那真是高呀！来，有请拉木娃，一首拉萨的民歌送给大家。拉木娃给你们唱拉萨民歌。有听到没呀？搞不搞一下？这个有点这样，这个这个放点，然后这个是哪里有说这样的？哪里不说这样的？来，有请拉木娃。送他一个。
好，接下来压轴出场的是老五老六，有请。来。哦，还有拉木啊，一起来。赵妈，赵妈，来吧。挖到哪里了？好好跳。我不怪吃东西。哎呀！胖子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没吃啊，说句实话。哎呀，没事。说错了，让我们的两位小朋友压轴吧。来，有请老五老六加拉木王。哎呦，这身材，这颜值，哎呦。
娘的小朋友。准备好了吗，两口一小朋友？准备好了吗？加油，笑！哎呦，帅哦！太棒了！真是太帅气了！无尽麦豆腐，无尽麦豆腐，
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今天辛苦一天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辛苦一天。没有，跳的太好了，来，感谢支持。哦，感谢鼓励，感谢鼓励，感谢支持，勇往直前。勇往直前，好好学习。越勇越。小李吃饱了吗？这一个。哎，我吃了。班子一起共享苦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我吃了。走吧。走，我把他送。拜拜。哎呀，拜拜。我送他回去。好，这他就在对面，很近。谢谢。好，你不是送我回去吗？你等一会儿。然后那个，你妈妈的那个掉了，知道吧？你这是你妈妈的，这个哦，对。是不是？走吧，我送，好。我送老王。把车子这往后面拉了，弄得了。把衣服穿上嘛。去上次他们家扫的话要很费劲。还有吸尘器，它那个机器扫，对。它还有个托盘很宽那种。我们走这边，这边都熟悉了啊，来了很多次了，这边是吧？对。下次过几天我也要过生日在这里。下几天下次吧，是下次吧？就过几天吧，应该。过几天是谁过生日啊？我过生日。哎，你不是12月28吗？29。28号。什么东西掉了啊？这个差点掉了，我因为上次没有过生日，这次要过生日。那过几天也要办吗？也在这个地方。过几天我也要办。哦，好嘞。我们按这个，拿回来了。我们在3楼。他们没下来。马上下来了，3楼、5楼。这边。那个有时间，那个过节的时候，这边订不到，因为生意太好了这一家。1楼就够了。哇，那都是红的啊，也都是红彤彤的。他就家在对面，看嘛，过个斑马线就到了。对呀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你爸了。我看我手机。你手机拿没有？没拿吗？拿了吗？我拿了。我给爸爸打个电话。就打码我的，打码。嘟嘟。这边广告一直在放，24小时在放那个广告。电视机那个旁边那个，电梯旁边那个。好热啊！哎，对啊，出来就好了，因为里面没有开空调。喂。我们在对面。我也。现在才12点。以前我们会玩到1点，对吧1点。对吧？对。好像是那个。小李是不是有？我们就是民族南路啊，3楼啊。对。拜拜。哎，你都回来了。东西看完了吗？我去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他上楼。好，拜拜。小罗生日一直本来就很快乐。感觉今天过得好快啊！你需要把衣服穿上吗？能不能？不穿太热了。太热了，但是你这样容易感冒哦。没事。他穿上嘛，披上也可以。我太热了，真的。对啊，你们跳舞后面那段很快，所以很热。开始的时候没得啥啊，开始的那一段1分多钟还是很正常，后面就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。对。这边好多狗狗晚上，对。对。他们今天晚上跳小场，那边人好多哎。那个小场好像结束了，肯定结束了。现在。你们住几楼？也坐电梯的嘛？对面的嘛。你们住的高不高？全说。你住的高不高？房子住的高不高？不算高吧。3、4楼嘛。
12楼啊，哇，还是有点高。你看他们也在那里。对，等绿灯我们再过去吧。好，这儿呢，这2个。等一下，等绿灯再走。等一下，走吧，过节左边走。啊，他们就对面。你们注意安全，我们2个等个车就回去。对。拜拜。徐刚子，你怎么回去啊？他对面，他就在对面。就是那里。啊。对面一个小区。我送他。他还有那个小朋友、小男孩，我们3个都是一起的。真的，你也是那里。对。他是世纪花城。而且我们好像，而且一栋的，一个真的，对，一栋。走吧，一起过节吧。走，绿灯，走。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，那个妲己吗？妲己吗？啊，红妲己。啊，这边最近的嘛，我们走这个位置吧，等会儿再过去。反正绿灯没事儿，我们从这儿穿过去。你过去了之后，那边也是绿灯嘛。哦，那边，等会儿我走过去，就在停车那个位置，停车场那个地方。我看今晚上我去哪个地方睡呢？不认识。你半夜下来了。照亮别人的温，就照亮别人温暖自己。照亮别人温暖自己。对。你是路灯吗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对。我好喜欢玩那个。绿化非常好，绿化，还是树的地方。你看这边倒是人行道上面都是树。那这边很近，就过个街100米，100米左右。好的，那再见。你爸在看视频了吗？直接走过去就可以。他有没有那个扫码呢？有。哦。他自己是在的，还是认的。好吧，我有卡啊，好。再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见哈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好。今天星期5的晚上，我相机电池没电了，然后我那个Pro3那个小的口袋相机也没带卡，插电脑上没带卡，哎，真的。但是我有2个手机啊，另外一个手机拍了。今晚上其实还有几个我准备叫他们那个的，但是看都12点半了，有点晚了，就算了，别的算了。比如手浪弹错啊，德国2姐妹啊，还有后面还有。取真应该在那个一下。哎，我这个手机电还20%电哦。我在考虑今晚睡哪个地方呢？睡车上呢，还是睡去温江呢？唉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他打车走了啊？那个雍正打车的。雍正打到车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这很近。戴宗他他们铺子在那边。哎，七道堰，这个地方叫七道堰。其实成都的地名好像是全国起到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好像他们说都排第1，比较有文化内涵的一种文化名城。北京什么时候胡同几巷那些，成都的没有那种。我好像是说比较阶段的命名方式，成都比较有那种文化那种。北方的那边就是什么人的名字，哇，这些人真的是，看虽然车子比较少，但是穿红灯。哎，睡哪个地方呢？我想去哪个地方呢？现在
哎呦，这个很近，但永贞的话要远一点点。徐章臭还有宋大那个大吉那个小朋友，还有就是那个周坝初都住世纪花城，就在右手边那个地方，很近。哎呀，我要考虑我会不会，我老爸昨前天才到米易县城嘛，那边是度假的地方，然后爸爸的妹妹去世了，昨天1月2号去世的，他应该要回去吧，我这边应该就不回去了，我和我妹妹就准备把那个叫这个要送红包的，68岁，是有点抑郁症那种，之前身体都是完全好的，不知道突然一下就说做个体检，然后就影响他心情，就想不开嘛，就因为那个我们亲戚，就是我爸的妹妹，她老公以前50多岁就走了，55岁左右吧，因为是抽烟喝酒啊那些，那是肝癌嘛，肝癌，后面他68岁，谁知道哎？这边就是小厂，这是中国移动。中国移动四川分公司的地方总部所在地。你看吧，这个好腐败，不是腐败，好高大上的那感觉，是不是？这栋楼每天日进几个亿的净利润，几亿人民币的净利润，应该以前是一天3个多亿吧，一年都是1000多个亿的净利润。最早中国电信分家的，中国电信分了然后就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网通，像中国广电，还有中国，还有就这4、5个，最大就是中国电信。以前我那个舅舅吧，他是比较年轻，50多岁，还有我一个表哥，他也是我妈的弟弟，也15、6岁就走了，也是肝癌嘛，他是抽烟喝酒都来，就是也是肝癌。这个是我爸爸的妹妹，我爸爸的妹妹的。她之前老公就是抽烟喝酒，也是肝癌走的。55也45那种时间。他后面就单身一个人吧，才68岁。1月1号就正常了，1月2号就不行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